伫摇篮内底啦，这真正感谢主啦，嘿啦，对啦，嘿啦，一暝安稳好困。好啊，所以咱感谢上帝听堂，无论安怎样啊，吼，咱住伫圣经讲吼，住伫全能者的实骨下面，就是住伫伊的平安内底啊。所以咱有主通好瓦靠，哦，就是咱伫每一日拢是平安的。所以毋好家己惊家己啊！你会记哩牧师讲的迄个故事，有一届上帝吼讲哦，这个庄头内底吼，一寡人做歹做了伤过严肃。伤过严厉，伤过济，上帝就派灭命的天使讲哦，去迄个庄头，甲3个人吼，甲伊收转来。了后时阵哦，先知就听这个话讲哦，做歹的人吼，上帝讲要甲伊收3个人倒转去。结果迄一届的时阵哦，规个庄头拢将哦10个人无去。啊，上帝讲，我毋是叫你收3个人转来，伊讲我收3个尔，但是其他7个拢惊死的。啊，所以哦。毋好过头惊，知无？上帝保护咱哦伫每一日，所以咱倚靠上帝，甲上帝相同行哦。咱知影耶和华上帝的手骨管理天顶地下，所以咱伫做面前来感谢伊。今仔日咱阁会当伫上帝的殿中同齐做伙来敬拜，这是恩典，是上帝的赐恩啊。对过去到现在，你也看，咱经历遐济艰难困苦。总是咱活到伫如今啊，还阁伫上帝殿中会通来侍奉，所以这是真大的恩典。咱就伫主的面前来感谢，并且来祝福咱的囝儿世世，一生倚靠耶和华，一生拢行伫伊的面前。三个做伙开声来祈祷，请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主，我要感谢你，因为阮伫艰难的日子。伫天灾的时阵，阮虽然讲这是天灾，但是主，阮确实知影，这是对你所来对阮的开启，也是你伫这当中，互大自然伊伫其中会通安尼照着你的心意来行。上帝啊，你伫阮当中成就一切美好，保守照顾阮，阮为了阮所领受的活命恩典来感谢。总是主你继续保守帮助阮，引带阮。互阮活伫主你的内面，主啊，无论这个天怎样震动，地怎样摇拽，总是主你引带阮，互阮会通倚靠你。因为阮照着约伯所讲的，我因为遵行耶和华上帝的话语，所以伫无止线的苦难中，犹原会通伫你的面前踊跃跳跳。主啊，你是上帝，你管理天顶地下万项所有的一切。阮所以将阮家己放伫你的手中，这是合宜的，因为只有你是阮的救主，只有你是阮的倚靠。阮要伫你的内面讲，山啊着恬静，地啊着安息，因为耶和华上帝伫其中做王。主，阮台南市若是得罪你，求你赦免，求你也保守引带阮，互阮伫这个世代照着你的心意来行。当你甲阮放伫这个城市的时阵，主啊，互阮的心，互阮的灵，对你的内面得到真实的安息。你甲阮同在，引带阮，互阮无惊吓，互阮有喜乐，互阮伫主你的内面悠然跳跳。每一天拢是新的，因为你的信息极其广阔。就亲像保罗的祈祷讲，我就是离世甲主三角徛起，悠然是水得无比的。总是若是阮抑阁有未尽的使命。主，你就遵留阮的活命，伫这个地面上来服侍正兄弟姊妹，服侍你所爱阮服侍的世代。所以主，阮的心是伫你的面前踊跃的。为安尼，求主你的灵继续引带阮，坚强阮的信心，互阮知影，阮活就是为基督来活，阮就是离世甲主徛起是水得无比的。迄减是阮上界大的愿望嘛。基督，愿感谢你的听堂，感谢你的救赎，感谢阮伫你的内面满得平安稳定的心情，互阮伫你所享受阮平安稳当的心情内底，继续来做成上帝你欢喜的工，互阮一生的日子，诚侪上帝你的业力甲见证。献上阮的感谢，愿来到伫你的殿中，亲爱主圣灵，恳求伫即时，搁再一届引带阮。坚固阮的信心，继续伫主你的内面，甲你相同行。
恳求祈祷感恩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来，请建基兄来报告，谢谢。各位兄姐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嘛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地当邀起咱每一个人，甲咱邀请啦，台湾人要搁咧困，即个我一个朋友谢安通老师，伊是台湾的诗人，伊写足侪诗，拢伫咱的国教科书内底。伊有写一首诗，捌伫国家音乐厅内底表演过，就是讲叫做台湾的摇篮。迄首诗写得真水，我用这首诗倒来，互大家对着牧师所讲的讲，虽然地动安尼甲咱摇，咱伫耶稣主的摇篮内底拢有平安，足水，好，我来做消息报告。新春的期间，就是今年的过年真长啦，1月27到2月7日，教会周间的聚会拢暂停一解。2月7日的礼拜日，早起时台语堂礼拜到国语堂的礼拜照常举行，敢若教会。主日的礼拜，敢若毋捌停过啦，大家爱注意哦，是周间的聚会，就是讲咱的迄个祈祷会啦，啥物这行尔。但是主日礼拜拢有照常，第二，正月29大年初一，礼拜3早起时9点半举行新春的感恩礼拜，敬邀兄弟姊妹。伫新的一年，做伙来向主上帝献上感谢，同颂主恩。第三，蒙主恩典，过俊良林所。喂，有啊，喂，素玲因的新厝要落成啦伫即个2月7日，就是大年正月初4，礼拜六早起时的10点半要举行感恩礼拜，邀请兄弟兄姐大家做伙来参加，请到招待道遐登记，来统计人数。交通请兄姐互相协助搭载，做伙地去。地址是伫这燕巢深兴路遐拄伫迄个清水派出所的对面啦再来第4，2月7、9礼拜日主日的崇拜，南门圣教会杨维新宣教士要来咱本会，为伊要去东南亚回教的地区宣教的事奉来募款，敬请兄弟姊妹一同来关心，奉献支持。第5，2月7、9礼拜日早起下晡1点，要伫教会3楼来举行咱的即个同工的执事会甲修宪委员会，请执事同工注意时间来出席会议。第6，2月13到22
廖牧师甲邱义觉牧师要做伙去缅甸吼培训，敬请兄弟姊妹为伊的事奉行程来代祷守望。以上敢有补充报告，无咱请敬拜团。各位兄弟平安，感谢上帝，因带带领咱所经过一年拢平安。上帝对咱的疼痛甲扶持永无改变，所以咱要用咱的心，用咱的灵来学乐，来感谢上帝，为咱的座位起立，欢喜唱歌来学乐天地创造的耶和华。大山小山，欢喜唱歌，学乐创造天地耶和华。大手小手，牵手跳舞，牵手敬拜主耶和华。着用感谢你的名，着用恩乐你的意，万国万民感谢来迎新，全地学乐意。大山小山，欢喜唱歌，学乐创造天地耶和华。大手小手，牵手跳舞，牵手敬拜主耶和华。着用感谢你的名，着用恩乐你的意，万国万民感谢来迎新，全地学乐意。大山小山，欢喜唱歌，学乐创造天地耶和华。大手小手，牵手跳舞，牵手敬拜主耶和华。着用感谢你的名，着用恩乐你的意，万国万民感谢来迎新，全地学乐意。大山小山，欢喜唱歌，学乐创造天地耶和华。大手小手，牵手跳舞，牵手敬拜主耶和华。这是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咱为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大主宰，伊竞选咱，成做伊的儿女，成做伊的祭司。这时咱会当来到伊的面前来敬拜伊。虽望有这艰难艰苦的时，上帝犹原伫咱的四围来维系咱，伊也看顾咱，保护咱。无论地动有偌大有偌济，上帝犹原用伊的圣手来保护咱。这时咱要来开声来感谢来学乐上帝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我们欢喜唱歌来学乐你。主啊，你是配得阮学乐的上帝。主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引带带领阮所经历的一年。上帝啊，你用你的疼痛来引带，用你的恩典来陪伴阮，也互阮所经历的日子，拢来得到上帝你赐予阮的平安甲喜乐。主，我要感谢你，我要用欢喜的心、条条的心来学乐，来高举上帝你的圣名。主啊，用感谢日你的门，学乐进入你的意。主啊，将所有的荣耀、荣光，哈利路亚，拢要归乎你。主啊，既然有血气的，拢要来学乐，拢要来高举上帝你的圣名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大山小山，欢喜唱歌，学乐创造天地耶和华。大
歌手小手，牵手跳舞，牵手敬拜主耶和华。流用感谢你的梦，流用爱你的意，万国万民感谢来吟诗，全地我乐意。嘿，大山小山，我的唱歌，阿拉从这天地耶和华，歌手小手，牵手跳舞，牵手敬拜主耶和华。流用感谢你的梦，流用爱你的意，万国万民感谢来吟诗，全地我乐意。嘿，大山小山，我的唱歌，阿拉从这天地耶和华，歌手小手，牵手跳舞，牵手敬拜主耶和华。流用感谢你的梦，流用爱你的意，万国万民感谢来吟诗，全地我乐意。嘿，大山小山，我的唱歌，阿拉从这天地耶和华，歌手小手，牵手跳舞，牵手敬拜主耶和华。要用最大的掌声来赞美我们的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请坐。做阮实在真正欢喜，感谢来到主你的圣殿，因为阮看上帝你所创造一切万美，无论是天顶的、地面上的、海里的，拢受到上帝你的照顾。主你也特别照顾你所创造的人，来到这个世上。会当来治理这个世界。主虽望阮有济经过劳苦，但是上帝你拢知影，上帝你是耶和华以勒的上帝，你为阮所必办的是何等的美好。阮要来到你的面前讲，你是阮上大的瓦克，阮上大的瓦克就是耶和华。啥人照顾？上帝做日头，上帝赐风雨，受伊有气拢免烦恼。
拢免烦恼。这落土，日出个日落，啥是愿照，啥是安休，总是听人为咱有美梦，伊是咱上大的万赞。耶和华是咱的倚靠，咱的倚靠就是耶和华。虽然咱看无后前的路途，上帝知影，上帝开路。路途伊是好，用伊来安乐，伊是咱上大的倚靠。耶和华是咱的倚靠。咱的倚靠就是耶和华。虽然咱看无后前的路途，上帝知影，上帝开路。路途伊是好，用伊来安乐，伊是咱上大的倚靠。信实的上帝，伊是咱上大的倚靠。无论咱现在情况是怎样，上帝拢知影。上帝伊要来引带咱头前的路程，互咱会当真正有一位真的神搁活的神，每一天拢伫咱的身躯边，安尼来扶持咱，来引带咱，互咱毋免为着这个世间的代志来烦恼、来忧愁，因为有一位搁真搁活的上帝，真做咱上大的倚靠。就互咱会真正看见上帝所创造的一切，无论是这个天顶的飞鸟，还是讲野地的花，也是草，上帝拢看顾因，上帝拢来养饲因，互伊会当伫无人咧照顾的时阵，悠然会当来生活。何况是上帝所创造咱的人咧？所以咱就爱将咱的事交托伫上帝手中，因为伊是信实的上帝，伊是主爱的上帝，伊是听咱到永远的上帝。所以这是咱过来吟唱这首诗歌，互咱会当将这首的诗歌成做咱上大的倚靠。哈利路亚。清芳的花蕊，青翠的草木。啥人种做，啥人照顾。上帝做日头，上帝赐风雨，想伊有起拢免烦恼。这落土，日出个日落，啥是愿照，啥是安休。上大的万赞，耶和华是咱的倚靠，咱的倚靠就是耶和华。虽然咱看无头前的路途，上帝知影，上帝开路。
起来和乐，伊是咱上大的王哈利路亚！感谢上帝，正做咱上大的瓦克，互咱用信心来到上帝面前。因为瓦克伊的都有大快乐、大平安，都有大福气。这是咱为咱的座位起立，咱用信心来宣告：耶稣基督是咱永远的圣手。好定好快乐，好定一公义，瓦克的这永远的圣手。好定天平安，好定大福气，瓦克的这永远的圣手。靠耶稣的圣手，全部我都行了忧愁。靠耶稣的圣手，瓦克的这永远的圣手。信心我能成奔走天路顶，瓦克的这永远的圣手，证明我的名利向前行，瓦克的这永远的圣手，靠耶稣的圣手，全部我都行了忧愁。靠耶稣的圣手，瓦克的这永远的圣手，我都无所惊，高我主亲近，瓦克的这永远的圣手，我幸福快乐，感谢主大恩，瓦克的这永远的圣手。靠耶稣的圣手，全部我都行了忧愁。靠耶稣的圣手，瓦克的这永远的圣手，我都无所惊，高我主亲近，瓦克的这永远的圣手。我幸福快乐，欢笑主大恩，瓦克的这永远的圣手，靠耶稣的圣手，全部我都行了忧愁。靠耶稣的圣手，瓦克的这永远的圣手。靠耶稣的圣手，全部我都行了忧愁。靠耶稣的圣手，瓦克的这永远的圣手。靠耶稣的圣手，全部我都行了忧愁。靠耶稣的圣手，瓦克的这永远的圣手。哈利路亚！咱将所有荣耀、荣光归给咱的上帝。哈利路亚！伊正做咱上大的瓦克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的疼痛，阮有你真多阮的瓦克，阮的人生就会伫艰难当中有力量，伫困苦的时阵有安慰，伫软弱的时阵有你的刚强。主，我们要感谢你，因为万行万面你拢照顾。你讲野地的花，天顶的飞鸟，因无伫迄所在芳势，因也无伫迄所在静坐，但是上帝你犹原照顾保护因，就是经过你的温准，若无伊一只都袂落伫土里。主啊，你讲，阮的头毛你拢甲阮孝顺过去，
主你伫阮的活命内底，赏赐互阮的是平安、稳当，互阮伫地面上的时阵，亲像火安尼来开，来见证主你的名，亲像鸟安尼唱歌吟诗，来见证你的名。阮虽然微细，就是伫阮的本分内底安尼行安尼做，主，阮就要伫迄个所在显明你极大的权能疼痛。互这个世界，互这个世代的人，对阮的心上看到上帝你的英美，阮感谢主你的疼，继续引带阮，互阮伫每一日、每一时刻，脚步稳当，行上帝你创造阮的目的，就是你赏赐互阮的命定，通叫阮一生一世，因为耶和华欢呼快乐，感谢主，祈祷靠主耶稣圣名，阿门。咱同齐用主教示咱的祈祷，同齐来敬拜，请。阮伫天年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愿你的国临到，愿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人亲像伫天人。阮的日子今仔日赏赐互阮，赦免阮的过犯，亲像阮有赦免过犯阮的人。无得带阮入得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要坐落进前，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，咱共有一个天父。咱着彼此相听。彼此相听。阿门，请坐。这时咱要来读启文第4篇，启文第4篇。我来客兄弟来引，好个所在，咱大家做伙来读。诸天述说上帝荣耀，用枪传扬伊的手段。即日到迄日发出言语，今暝到迄暝传出知识。无言无语，也无声音通听。伊的量大通遍天下，伊的言语传到地极。上帝伫其中为日头安设帐幕，日头亲像新郎出洞房，囡仔勇士欢喜奔跑。伊对天这边出来，射到天迄边，无有啥物受稳重，无得伊的烧气。阿门。感谢主，下面的时间，咱请牧师。咱请掀开周报第4面。周报第4面，咱三甲做伙来读本周主要经文。咱同齐同心来读。撒母耳记上2章27到36节，咱同心来上读，请。有神人来见以利，对伊讲：耶和华安尼讲，你祖父伫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，我毋是因显现吗？伫以色列政治派当中，我毋是竞选人做我的祭司，互伊烧香伫我的坛顶献祭，伫我面前穿有德。又搁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拢赐予你爸家吗？我所吩咐献伫我居所的祭物，你啥有何吞达？尊重你的囝，过伫尊重我，将我的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背记呢？因此，耶和华以色列上帝安尼讲：我捌讲，你甲你爸家要永远行伫我面前。现在我却讲，决定无容允恁安尼行，因为尊重我的，我要看重伊；藐视我的，伊要受轻视。日子要到，我要压断你的手骨，甲你爸家的手骨，互你家中无一个老年人。伫上帝互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，你要看见我居所的败落。伫你家中必永远无一个老年人。
我必无对我的单情灭尽你家中的人。迄未捌的要互你的眼目打扫，心中忧伤。你家中所生的人，拢要死伫中年。你的两个囝何弗尼、菲尼合所做无的代志，通做你的证据。因两人一定共一日死。我要为家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，伊要照我的心意来行。我要为伊建立坚固的家，伊要永远行伫我的受膏者面前。你的家村落的人，拢要来叩拜伊，求一块银两，求一块饼，讲：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，通互我得鼎食。咱搁再一届来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阮来到伫你的面前，这时阮用着听道、正道来敬拜上帝你。亲爱的圣灵，求你亲自来管教传讲人的喙齿，通互传讲的甲听的拢受圣神你的引带。主耶稣啊，阮恳求你的恩典，亲自保守，用你的保护遮看这个所在。互这个所在诚侪平安，上帝你祝福的所在，互阮伫你的殿中瞻仰你荣耀的面，得听你的声音，互阮的脚步因为有你的引带，阮就对你得到活命平安，甲坚强的气力。同心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每一个日子伫上帝的厅内底，拢总有伊的美好。咱伫软弱的时阵会有惊吓，但是伫主的内面，咱的确有平安。总是咱嘛无应该因为有上帝的平安甲怜悯，咱就伫迄个所在感觉逐项代志拢无要紧。今仔日咱要来看以色列家一个真重要的家族。这个家族其实是阿伦伊的后代。阿伦是以色列的开国使者摩西伊的兄哥。这个家庭呢，伫当中不但是互上帝所疼惜、保护甲竞选，并且阿伦又个代表上帝出声，因为摩西讲：“我纸口笨子。”我含慢讲话，所以上帝讲安尼，我立这个阿伦来代替我向你讲话。所以呢，伫迄当中呢，上帝甲话甲摩西讲，了摩西甲意思甲阿伦讲，阿伦才提起含这个法老王伫遐对写。所以呢，伫当中呢，阿伦这个家族特别受到竞选。那么这当中呢，这个以利。伊就是这个家庭内底伊是这个阿伦的后代，所以伫这当中，咱看见呢，这个后代伊到尾手的时阵得上帝的祝福，并且咱嘛会通看见一个代志，就是摩西阿伦这个家族，其实因是有这个长寿的对吧 DNA 长寿的因子，所以以利圣经讲伊年纪足老的了后，甚至到撒母耳记上第4章的时阵讲，迄时以利已经几岁？98岁。所以因兜其实是算非常的长岁寿，有长寿因子伫内底。所以呢，伫当中因有长岁寿的这个因素，有这个DNA。所以当时呢，伊即款的遗传内底，原本是应该一个真大的祝福。总是伫这个祝福遮尔大的时阵。因确实伫当中来袂吉进。圣经伫这个所在讲了后，伫这个真大平安的日子，真大稳定的日子，有神人有另外一个先知来见以利讲，伊对伊讲啥话呢？伊甲伊讲，耶和华安尼讲，你的爸家，这个祖父祖父，毋是阿公圣经原来讲，你的祖父是你的爸家，就是你的祖先。
你的祖先伫埃及法老王法老家来做奴仆的时阵，我毋是向因显现嘛？上帝伫以色列抑个踮伫埃及做奴才的时阵，上帝用10个大的新约，伫迄个所在，甲以色列人带出来。所以呢，伫带出来，上帝行10个新约，不但是安尼，伫旷野佮另外行10个新约来甲因讲，我甲恁靠。佮上界大的是啥？40年来哦。40年来，因毋捌去咬着天顶降玛纳。上帝甲因讲：恁的衫穿无破，恁的鞋无磨底。所以这是一个更较大平常时伫生活当中所做。我的鞋穿无几年，就爱换一双啊。但是人伊鞋穿40年安怎无磨底、无破去。所以咱会通看见上帝的供应伫因的身上是遐尼大、遐尼济。了，上帝伫这个时阵又搁甲伊讲，有新人来甲以利讲讲啥物话呢？讲我伫政治派当中又搁竞选人做我的祭司，竞选啥物人？就是竞选你啊，就是竞选你的家族啊。你进入到我的祝福内面，你伫以色列百姓内底是有尊严的。我特别竞选你，你伫万民当中是有应当的。我特别伫这个所在来到伫遮，甲你三甲做伙。我用你做我的代表，所以上帝伫当中甲伊讲，不但是安尼，我是安那伫你的面前，我互你有尊严，因为这些的尊严，上帝竞选这个家族对阿伦一直落来，一直落来，一代一代一直落来，来到伫当中，上帝来竞选伊。你伫有啥物款的有尊严呢？伊是阿伦的子孙，因经历过上帝的作为，因了解上帝的作为，因家己听过，因今仔日。所以会当安尼得到平安，是因为因的祖先经历上帝，也信上帝，也知影上帝所行所做。在咱当中有个人可能捌经过日本时代的统治，咱伫迄个时代内底了后，咱也经有个人经过白色的恐怖。咱经过遐济的日子，一直到今仔日，咱会当活伫遮，其实是咱的祖先。咱的前辈，因安怎？因伫迄个所在，真正是付出真济心血，所以咱到伫今仔日，咱才有法度对上帝来领受活命甲平安。所以伫这当中，咱会通看见一项代志，就是咱其实活伫今仔日，咱是安怎？咱是靠别人会拍拼的结果咧生活。咱应该定定会感谢，即款的稳定甲疼痛是对上帝所予咱的。伫个应允内底，上帝互咱来得到这一份的祝福，咱应该一定会晓感谢，并且咱又搁受对万民当中受竞选出来，咱正做上帝后生查某囝，咱是受竞选的支派。伫即款的荣耀内底，咱是对着上帝领受迄个位分、甲稳定、甲疼痛。因为人祈祷，上帝会听。伊伫迄个所在，伊的病痛会来得到医治，伊的罪会得到赦免。伊宣告救恩的成就，伫当中，上帝通过人的献祭，甲祭司、甲以利讲，你爱安怎样做，叫人怎样做，安尼因的罪会得到赦免。上帝亲自设立这律例典章，上帝毋是要定人的罪，上帝是要赦免人的罪。所以，甲因讲方法，伊伫当中有领受即款的恩典，并且伊伫当中穿以弗得。伫当时的犹太人、当时的以色列人内底，因无法度穿真济真水的好衫。咱即马差不多大个人哦，古早的时阵讲哦，若要食安那，若过年要食鱼食肉哦，要食鱼食肉，都爱过年过节。你即马逐工嘛咧过年，对若要用古早的标准，你逐工嘛咧过年。所以咱其实有真大的稳定。总是呢，伫迄个时代内底，咱若是要穿新衫嘛是啊，过年的时阵咱才会穿新衫。古早的时阵，你毋知你捌经验过无？要去读册的时阵哦，迄鞋去过年的时阵要去甲你买鞋你敢会买互拄好诶？读册的时阵买，拢嘛爱买较啦，较大双咧。头前佫踢一寡棉还是踢一寡纸，对？尼毋穿起来毋才会下输。是安怎？因为脚会佫大。其实哦，穿甲还袂下骹的时阵，鞋就下去你知无？所以哦，你就发现咱的活命内底就是安尼。但是迄个时代内底要穿甲遮尔水，伊有得完全幼麻，
类芳西所做起来的衫，所以伊是一分的尊严，并且毋那干那是安尼，因诚做祭司，甚至诚做大祭司。圣经讲，即个阳光是安怎，无人有法度安怎家己讲我要爱的哦，无，是上帝来呼召，亲像阿伦共款。所以今仔日是上帝接纳咱，咱才会做伊的囝儿，毋是讲上帝啊，我要做你的囝。上帝讲好，上帝爱讲好，咱才会当做伊的囝。啊无话我来做恁囝，看你袂无？你听我的意思无？迄就是咱伫当中爱经过迄个人的同意，所以伊做祭司是上帝所拣选的，并且伊得到以色列人所献予上帝所有一切这祭物，照上帝所规定定定的，因对上帝领受这祝福。佢再来的时阵，伊上帝讲啥？我所祝福予恁的福气，毋是干那一时啊尔，我是安那对恁这个家族。亲像上帝咧出来记记内底所讲的，敬畏我、听我话语的人，我祝福伊安怎，直到千代万代。所以因受恩典，因受疼痛，因领受上帝祝福伫其中。咱今仔日会当三甲做伙，伫遮呢享受遮尔济的美好。无论是伫咱的国家政治上过去，咱的前辈。因真正是华语讲的啥抛头颅洒热血，真侪人互人关伫火烧岛，因到伫如今，因为着这个国家所付出的。当然我知影，原来有一寡部分现此时啊，因为得到真侪福气，到落尾手的时阵，原来变质的，这原来有。但是咱先暂时无讲遐，等下后壁咱会阁讲。总是咱爱会晓得感谢上帝所赏赐互咱一切的美好。咱着感谢伫上帝面前，通过咱的父母，通过咱的亲情朋友，咱信仰的前辈，因伫进前到伫现今，因所付出的一切，咱爱定定心存着感恩。咱阁会当真做上帝后生查某囝，这阁较是极大的感恩，因为知影伫上帝听内底，咱会当领受伫第年为上帝来活，伫天顶受上帝所悦纳。咱毋是将来入去到上帝国，咱是现此时伫地面上的活伫上帝的国内底。上帝安怎讲，咱就安怎行。亲像约伯所讲的，我伫患难当中，因为无违背上帝的言语，所以我就是伫苦难当中，我犹原当勇行跳跳伫主的面前。因为我知影，我的救赎主活的，伊即时就到我三甲同在。虽然讲了真勉强，但是这是伊最后的信心，也是伊上界基本基础的信心。当时伫这当中，咱通看见以利，因虽然得到上帝遮尔济恩典，渐渐伊的囝就甲遮个代志当作平常，甚至以利本身这个老爸。真正是老爸啦吼，80-90岁的老爸，伊嘛甲这个代志当作平常。上帝甲伊讲这个话的时阵啊，其实因的两个囝已经不止啊真大汉啊，上少超过20岁、30岁。因为迄个时阵，咱若看到转去的时阵，撒母耳记上第1章的时阵，咱会看到，其实因已经开始伫会幕内底，伫礼拜堂当中，因已经开始咧做服侍，甚至主持同样的圣礼典、献祭等等这个代志。总是呢，伫这当中呢，伊做一寡上帝所无欢喜的代志。当伊做无欢喜代志的时阵，上帝差遣新人来甲伊讲一项代志，讲我所吩咐献伫我百姓、我居所、我的圣殿内底的这个祭物，你为何来甲伊吞打呢？伊伫当中就是吞打这个物件。因做这个代志，互上帝无，因为人有一寡物件，上帝伫迄个所在来献。爱因献祭的时阵，有一寡物件爱用水来煮，有一寡物件爱用有诶爱全部拢献予上帝。但是因伫迄个时阵啊，爱用水煮的迄部分啊，因遐祭司的遐斗相共的人，因就伫迄个所在，这祭司就是何弗尼甲菲尼合，就是以利的这两个囝，就甲因下骹斗相共遐个人讲，你去。提肉签哦，伫
鼎内底还咧煮的迄哦，摕肉签去，就甲签起来。伊若讲你是安怎甲肉签去，你着甲伊讲哦，这是要食烧烤啦，要食烘的啦，毋是要做水煮的啦，毋是要食白沙棍的啦。哦，所以呢，就安怎？因为这样代志，但是哦，伊利安怎走来甲因囝讲，好啊，你是安怎才会安尼？啊，敢若有讲安怎？有讲无做？你是安怎哪会安尼？会讲无做？照你讲的时阵，伫即当中，伊当然伫遐尼无伊迄个能力，但是咱着了解是安怎会用变到安尼？因为起头的时阵，伊着用阮伊的囝安尼。所以到伫落尾头前无讲，后壁安怎，就讲袂行。咱教囡仔的时阵，敢毋是原来安尼？圣经伫这个所在讲，伫即当中，你尊重你的囝，超过伫尊重我，将我的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归己，就是敢若照讲这物件是献互我，但是我则个互恁，但是恁也未奉献的时阵。人抑搁咧处理要献互上帝的时阵，恁着安怎？恁着甲抢去食，这是一个真大的错误。圣经内底有一款祭，或者摇祭，就是安尼摇摇咧。伊就是讲，一个人杀一只牛还是羊，因将着即个牛还是羊的腿，了后即个人杀牛杀羊对无？伊就摕来互祭司，祭司爱甲伊压起来。伫上帝面前，甲伊摇摇咧，摇摇了后，佮摕起来，才摕互边仔的祭司，将着即一份米来放伫祭司利未人的家族内底。请咱斟酌注意，遮的即个人献祭，摕来互祭司，祭司甲即个上界水的部分压起来，伫上帝面前摇摇咧。了，甲伊摕落来，放互利未人甲祭司因同齐做伙享用。请你斟酌注意这样代志。这样代志是啥？这个人奉献的物件是互啥？互上帝。祭司代表这个人，甲物件举起来献互上帝。了，上帝接受这个奉献，将这个物件赏赐互啥？互利未人。利未人了，就甲这个物件放伫因的家族、因的族群内底，同齐做伙享用。所以，你奉献的是互啥？是互上帝。牧师是对象来领薪水，是对上帝领薪水。你毋好讲吼，牧师你是我饲的，你互上帝讲尻川，我无甲你骗，我真正无甲你骗。咱倒转去读圣经的时阵，你就会读真清楚这个代志。所以求上帝怜悯咱、保守，互咱会通明白这个代志。总是因为啊，这到底落尾，但是因怎啊？这个好混年甲非联合上界可怜的一样代志，就是人安怎甲这个物件摕来要奉献，献互上帝，但是伊讲有。照上帝规矩献互上帝，才来领受。无，伊是人摕来，伊就安怎？伊就怎甲伊摕过？啊，这就正讲，这毋是奉献啊，这嘛毋是上帝予的，这抢劫，知无？原本是上帝的物件，但是安怎？也无献互上帝。讲哎呀，讲到尾也毋是有人拢去奇怪啊？无，绝对毋是。你就是为这过来，你要照顺时来，结果你无照顺时来，你就摕来，啊，就先煞过。安尼呢？啊，上帝伫倒位？圣经讲这啥？这叫做尊重你的囝，超过尊重我。做礼拜有伊一定的规矩。咱吟唱诗歌的时阵，请会记哩。吟唱诗歌毋是咧单人起来，听有无？吟唱诗歌绝对毋通讲啊，迄。无要紧啦，迄牧师也袂讲道咧，吼啊，我着毋免去，还搁咧唱歌咧，吼啊，牧师讲道进前吼9点开始讲道，啊，牧师讲道我才来就好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迄个效果是完全无共款的。吟唱诗歌是咱向上帝献祭，了后上帝甲伊的话语赏赐落来。
咱爱诚做一个会晓感恩、奉献、献祭的人。有的教会甚至甲啥？甚至甲奉献是煞来头前的，同齐做伙奉献。毋是听牧师今仔日讲道讲了好，我就加奉献一寡。啊，听了无够偌好势，1000变500，毋是啊。咱就的确爱斟酌奉献伊的礼仪，伊的对象是上帝。但是呢，伫这当中呢，咱看见伊失落阳光，因为因无照上帝的规矩来行。人只有照上帝规矩律例典章来行，伊才会得到伊的荣光。咱来看啥呢？因会失落伊的荣耀。每一个荣耀的失落，拢有伊的原因。第一，就是伊将着尊荣的对象安怎用了毋对去。伊疼惜惊字，较赢过伊敬拜上帝。第二部分，伊伫迄当中，上帝甲伊讲：你将我会兴起新的家族来代替你。是安怎伊会受取代？因为上帝伫某一个时阵会查止伊应允的稳定。咱毋通想讲哦，有个人亲像安尼啊讲哦，我已经相信上帝，我信上帝，我信一届，我就永远会得救。我安那为非三者拢无要紧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毋是安尼。我有要做，互伊到，但是我做袂到，这是一个代志。我无想要甲伊做互伊好，反正我就是随着我安尼，这是另外一个代志。虽然表现出来嘅现象改成真亲像，你甲伊讲哦，亲像阮唱歌啦，来，迄个唱歌，迄个成中央举手一下，来举手一下，这哈，你会当好来说说。阮唱歌哦，你甲伊看哦，伊古早的时阵哦，歹势我讲一下啦哦，伊古早的时阵哦，半暝啊哦，安尼会敲电话互我，哦，敲电话互建宁兄。真正拢半暝啊咧卡，但是安怎心情艰苦忧伤啊！伊毋是讲哦，伊毋是毋知影忙卡啦，但是就心灵艰苦忧伤所以就会卡。但是感谢上帝人伊即马拢无咧卡，所以牧师即马较好困，你知？所以，但是伊毋是讲毋知影，你知无？但是伊知影，但是伊做袂到啊。但是若是即马讲我就知影我就是知影讲半暝也袂当甲人敲。但是我即马健康，我逐工半暝1-2点拢甲牧师敲电话，叫伊起来放尿安尼，对毋对？你听嘛，这是2项代志，你知无？做袂到，但是我愿意改。但是一款啥？是我无愿意改，我随在外，所以这2个是无共款的咱要注意这个代志。搁再来的时阵上帝伫当中甲伊讲，原本我怎，互你的家族，你看对着阿伦因这个血脉落来的时阵，因到伫当中拢是啥几百岁啊。但是上帝甲伊讲，对他以后，你会今日逝世，会伫中年去世。40-50岁，安怎无搁再有老年人？你看，这是一个祭司的家族呢，这是一个牧师的家族呢。但是因为无行伫上帝的面前，所以伊的祝福停止了，伊的稳定安怎停止了？亲爱兄弟姊妹。咱伫这当中爱斟酌注意，就亲像安息日会，因为圣经注解内底有一段话，我感觉真有意思。咱3个做来读好无？来，敬畏甲尊重，怎样造就品格甲有用性？散步无敬甲见效，也怎样造成悲哀甲失望？专求利己的定律，实质上是自取灭亡的定律。这句话真有意思，我感觉真重要。今仔日咱会晓敬畏，咱会晓敬畏耶和华，会晓尊重耶和华上帝。安尼，伊就会造就咱的品格，并且在咱的活命内底带出有意路用的所在。但是，若是报线不敬虔、甲见效的代志，
伊将其落尾，伊也造成悲哀甲失望，就亲像以利的两个囝。其实毋是以利做歹代志，对无？以利只是安怎？任他让他，不管他，看他如何啊！但是伊袂当因为安尼来失去责任，因为上帝甲产业交托予伊，伊就有管理的责任。咱对着咱的囝儿施舍，咱有权柄，咱有做父母的权柄。我真艰苦心吼，听到讲啊，无要紧啦，迄个囡仔拢甲伊悄悄病大。你哪会当还没超病大？啊，无咱两个拢超病大。无你用你的财产和我的财产来平均测，看你袂？你用你的厝甲我的厝来平均测，看你袂？你敢知影这个代志哦是？咱台湾吼，咱平均测的时阵吼，一个人吼，讲吼平均吼，咱的薪水吼，差不多平均起来啦吼，有6万外啦。你敢有领到6万外？伊讲无啊，这个平均测的。先来兄弟姊妹，我有一天会想啊，我来含郭台铭平均测吼，安尼我的财产就过来亿。你听我的意思无？迄个权柄，你爱特先来使用。上帝既然若是将着这个权柄放伫咱的手中，咱就爱徛伫迄个位置做迄个代志。所以求主怜悯咱。圣经讲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检菜是你藐视伊的恩慈。宽容忍耐，未晓得伊的恩慈是互你悔改吗？啥事互你凭着你家己公硬无悔改的信心，为家己安怎积住受气，直到上帝烈怒发作，显伊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。所以，趁着咱还阁有今仔日的机会，咱爱伫主的面前讲：主啊，求你怜悯，求你赦免。毋通听下到迄一天，咱无得反悔，就趁着还阁有今仔日，咱赶紧进入上帝赦免甲伊的救恩内底。所以圣经伫这里所在讲，是上帝并无欠缺荣光。咱斟酌注意看伫这当中第2段的经文内底讲，当上帝互以色列人享受福气的时阵，你会看见我徛起的所在败落。伫你家庭当中，的确无有一个老年人，咱看袂到迄个福气，咱知影有迄个福气，但是咱看袂到，所以这是真可惜的代志。上帝起搁较水的礼拜堂啊，起搁较水的礼拜堂，若无一群敬虔敬拜上帝的百姓，搁较水的礼拜堂，若是敢若一群有听无行的人，迄个礼拜堂将其落尾，上帝讲啥？我嘛会单调迄个礼拜堂，你知无？就是礼拜堂就原来安尼呢，何况咱的家庭、咱的家族。上帝若含家己的厝敬拜伊的所在，伊就拢总会当卖。安尼甲伊无关系的家庭家族，要怎样伫上帝面前徛起会知呢？主怜悯咱，互咱会通明白这个代志。来到伫第3段的时阵，伊安尼讲，上帝讲，安尼我要为家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，伊要照我的心意来行。我要为伊建立坚固的家，伊要永远行伫我受膏者的面前。你的厝内底所存落的人，拢来叩拜伊，来向伊求一块银两，求一块饼通好食。求你，互我继续有工课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当个时阵哦，我落来楼骹处理一寡代志，下晡。了，我听到咱的乡亲吼，也伫遮聚会。咱的前团长，伊毋是姓钱啊，伊姓陈啊。陈立儿团长哦，伊就伫这个所在讲，咱会当服侍上帝是咱的福气，就要把握这个机会来服侍上帝。因为咱若无服侍，
咱的事工，上帝安怎兴起别人来做，并且无定着兴起迄个人，比咱更较忠心伫上帝面前。所以圣经内底讲啥？上帝会兴起新的人，一世代一世代过去。我今仔日搁再早起起来，搁咧复习这个经文的时阵啊，我就想到一个代志。有诶时阵，上帝吼，毋是干那兴起一个世代，也是压起一个人。上帝毋是干那放杀以利这个家族呢？上帝毋是干那放杀以利这个家族，嘛毋是讲上帝放杀，是以利这个家族安怎未堪值，搁再得到上帝伊的祝福甲稳定的听头。圣经内底讲一句话，希伯来书讲过，了后诗篇内底嘛讲过，了后伫即个摩西五经内底我也讲过，讲40年久，我亚还迄个世代，所以我就伫我的受气当中讲，伫因当中除了约书亚甲迦勒以外，无人会当进入我的安息。圣经连续上少讲3摆，上帝是压起啥？毋是压起一个人尔呢？毋是我廖牧师会受压起尔，可能伫咱当中有真侪人，若无遵守上帝的话，嘛会安尼受压起。但是更较艰苦的是啥？无定着上帝看中华民国还是台湾，无论咱安怎讲伊，无定着对着民国50年出世的，到民国100年出世的，这个世代上帝看了拢艰苦心，结果干安怎？200万人当中，敢若2个人得到救。所以，咱今仔日会当服侍上帝，会当照顾人，这是真正得上帝大的恩典。迄个恩典是啥？上帝讲，当我竞选这个人，这个人若行伫我的面前的时阵，我会安怎样？我会为伊征战，我会建立伊的家庭，互伊的家庭坚固，并且伊要继续行伫我的面前。亲爱兄弟姊妹。重点是咱有忠心无？咱若是愿意忠心，就是咱跋倒转足。圣经内到讲迄个时阵的时阵，大笔安怎？大笔嘛是转足过啊。当上帝伫迄个所在，甲撒母耳讲，我要另立一个王。当安尼讲的时阵，上帝是安怎？上帝伫迄个时阵，甲撒母耳讲的时阵，了后讲有一个人比伊搁较好啊。但是比伊搁较好的时阵是怎样？大笔其实某一方面来讲也无，虽然扫落去高贵啊，但是大笔所犯的罪嘛无甲我轻的，你敢听我的意思？但是圣经讲啥？大笔是下上帝心意的人，伊下上帝的心意是安怎下？伫伊做毋对的时阵，伊倒转来求上帝赦免甲原谅，有一个真实悔改的心。所以上帝就为伊负责任，建立伊的家室。了，上帝讲啥？不但是安尼，伊抑阁会诚做一个祝福的人。但是你的家庭却是因为安尼来败落，因为你离开我的律例典章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伫上帝面前，咱会当互上帝兴起伫这个时代，上帝会为你负责，并且上帝的心意毋是要毁灭以利家族。上帝原本会当将着以利的家族全部拢毁掉，但是伊守伊的约。但是在这段时间内底，人爱做的是啥？人爱做的是修正伊的道路，但是伊无修正。伊继续做这样代志，若甲安尼，既然甲安尼，无我就随安那。
随在去啊，放互倒去啊。上帝的心意对头到落尾拢毋是安尼。大笔若要安尼讲的时阵哦，大笔安那我规矩拢放互去啊。大笔就是灭亡，有一个人真正拢放互去啊，就是犹大。但是犹大到落尾手的时阵伊袂记住上帝的救恩，伊就家己心落迄个犹大啊，伊就家己安怎去吊斗啊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会通看见，伫即个时代内底啊，上帝定义的是要互咱会当得到荣光，信靠顺服的人，你一定会得到，绝对会得到。虽然有经过艰难困苦，但是你会得到。轻视上帝神圣呼召，才会失去应允的稳定甲疼痛。只要咱若把握会调，上帝的话语遵行伫伊的殿中。生活当中，照主的心意去行的时阵，你会稳定甲疼痛，一定会时时刻刻伫迄个上帝的祝福内底。咱看圣经内底有一寡人原本因是得到荣耀，但是因为因无有遵行上帝的话语，所以伫遐事上内底因就得无到荣耀。士师记内底有一个人啊，伫迄个所在。或者巴列，上帝甲底波列讲，甲你去甲巴列讲吼，你带这个人去甲迄个西列来交战。但是迄个巴列伊甲伊讲哦，无，我毋敢去，无你着爱甲我做伙去。上帝就伫迄个所在讲好，安尼我甲你做伙去。底波列伫迄个所在讲好，安尼我甲你做伙去。总是上帝甲伊讲啥？只是你要去所行的路上内底，你得袂到荣光，因为耶和华要将西列交伫一个富人人的手内。落尾手的时阵，西列就真正死伫一个富人人的手中。所以，迄个上界大的将军、上界大征战得胜的时刻，巴列无得到这个荣耀。第二，叫另外一个人或者以斯帖。当迄个时代内底，伊的对敌伫当中要来杀害灭族，整个犹太民族拢要甲伊灭掉。总是伫当中呢，我理解，伊伫迄个时阵，甲伊伫王宫内底表兄妹，也是伊的查某孙仔，伊甲伊讲一项代志。你今仔日若点无出声，阮犹太人犹原会对着别个所在得到拯救，但是你甲你的爸家一定安怎？无搁再互上帝纪念。你今仔日得到王后的位分，敢毋是为着即时的机会吗？以斯帖甲这个话听入去，伊调集所有王宫内底的这查某囡仔同齐做伙禁食祈祷3暝3日。上帝伫迄个时阵亲自拯救，以斯帖对这当中来得到荣光，到伫今仔日还阁受咱来纪念。咱拄则讲的，这个人或者扫罗王，扫罗王伊伫迄个所在亚起耶和华上帝来做伊的王。上帝该讲的代志，伊定定无去做，定定无去做。相对伫大笔来讲，大笔虽然做无好，但是伊就是愿意做。所以撒母耳对着扫罗王讲：安尼今仔日耶和华互以色列国甲你安怎断绝了，将这个国赏赐你，比你搁较好的人。伊会搁较好，毋是比伊较贤小战；伊会搁较好，毋是伊比伊搁较聪明；伊会搁较好，敢若有一个。伊听叹上帝的话，伊祈求耶和华上帝，伊伫软弱中倚靠上帝。所以你斟酌出去甲伊看，伊去烧战的时阵是安怎？哥利亚高强大汉，伊讲你来征战是靠着刀枪大炮，但是我来征战是啥？我靠万军的耶和华。当伊犯罪失败软弱的时阵，
拿单来见伊，伊甲拿单讲：我得罪耶和华。了后，伊做诗篇，甲上帝讲：上帝啊，我得罪了你，求你赦免我，求你有我做清洁的心，互我内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伊倚靠上帝，伊轻调上帝，伊知影离开上帝，伊无救恩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伊的好，毋是伊的聪明，伊的好，毋是伊的高小症，伊的好，敢若有一项，因为伊倚靠耶和华。所以这段伫这当中，毋是互咱满足咱家己的欲望。一个人愿意甲上帝三甲同心同行，伊就袂妨取代，并且伊会当徛起伫迄个世代内底见证上帝的名。伊家己也要受高举，咱同齐起来，恢复圣洁的这段。上帝今仔日对着万民当中，整个台湾，咱的基督徒无到6%。咱活伫一个非常大、真大困难的时代。最近有一寡对着基督信仰攻击的人愈来愈多，这款的自媒体内底也非常的多。最近阁有一个女性，我无斟酌看伊的名，但是伊即马甲过去的时阵啊，古早的进前的时有一个叫做伯恩夜夜秀，了后的时阵啊，伊原本是一个基督徒，但是伊对着教会有真侪的失望，或者是到伫落尾，伊诚做是攻击教会的一个人。最近即马阁有一个女性，我无斟酌注意伊的名。但是，伫这当中有几若万，或者是分析，然后这个人一直咧攻击基督的信仰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我要甲你讲一个代志，这个代志会愈来愈多。咱爱起来祈祷，咱爱起来祈祷。我阁甲你报告一个无甲真好的好消息。你知影地动的时阵哦，伊就是迄个地动的溃烂，迄个板块挤压嘛，啊，伊会一直刻。你对遮刻即地，啊，即地敢怎啊定伫遐？袂，伊会刻倒过。你若刻着山的时阵哦，山有可能挡伫遐。但是若无刻着，伊刻着山的时阵，若刻位平洋的时阵，伊安怎？伊迄个力会继续刻落，因为除非哦，伊就是刻着比佫较大地搬少啦。若无的时阵哦，伊会愈软的所在，伊会一直刻过，一直刻过。伊迄个板块，若是足大地、佮足定的时候，伊会刻过，一直剪到尾，然后佮继续刻过。咱斟酌来看，即个伊一直刻到落尾啊，刻去倒位？刻到山海边，迄个能量才会消失。迄就是骨牌效应嘛，倒一个啪，啊倒到上落尾倒落的时阵啊，无倒啊，所以就安那走去害你。我甲你讲一个消息，毋是好消息，但是你莫惊了过头去。大埔地动对无？佮再来的时阵，竹口佮再来的时阵啊，着六甲这方面一直来。大埔、竹口、六甲，啊，佮来咧，南西啊，佮再来咧，佮来就着咱啊啦。它是往西南向走的，知道吗？即马那个板块是向西南向走的，西南边咧行，所以爱祈祷无？我毋是叫你生惊，我是甲你讲，咱爱祈祷，知无？毋好为了这代志生惊。所以咱即马徛起来祈祷啊，为两项代志来祈祷，咱同齐徛起来，为两项代志来祈祷。求上帝无压弃咱这个世代。咱知影这个世代内底啊，咱基督徒伫台湾只有6%尔。求上帝施恩怜悯咱，互这6%真做祝福台湾的百姓。咱爱真做君尊的祭司，祭司就是咧为人祈祷，就是咧祝福人的。所以咱爱起来守望台湾这个土地。将来基督徒受到困毒，一定会比即马搁较大。咱即时若无起来祈祷，咱就到落尾会亲像核废粒，
和分年甲和夫年和甲非年合，咱着爱斟酌这个代志，起来祈祷守望。今年年度咱的目标或者啥货？咱的目标内底叫做巩固咱的根基，徛入帐幕来做祭司。咱爱伫这当中三甲做伙，咱爱为着台南这个城市来祈祷。咱的政府定义要甲台南当作万神之都，将耶稣基督、将上帝甲伊诱落来，当作正神明当中的一个。咱徛起伫这个城市，咱对这个城市有责任。如果台南若是台湾的耶路撒冷，安尼耶路撒冷渐渐咧拜偶像，求上帝赦免，求上帝怜悯。咱是祭司，咱来斟酌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一个圣洁的祭坛，关系到家庭的丰盛，关系到伊的强盛甲伊的形象。所以咱爱斟酌。伫咱的活命内底，咱要怎样甲上帝三甲同齐做伙，同齐做伙徛起。最后牧师来请咱做伙读这段的短句，了后咱就同齐做伙来祈祷。请，这段毋是人类欲望的出口，乃是见证上帝圣洁的所在。咱同齐开声为台南来祈祷，为着台湾来祈祷，为着基督徒所徛起的位置，咱。全心全意来挖靠上帝，承接祭司大道的位分，同齐开声来祈祷，请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圣哉，圣哉，至圣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，为着阮今仔日的时刻来仰望主你的听，主你亲自来帮助阮，赐恩伫阮的心上。主啊，这是一个危急的时刻，也是一个活命当中伫也需要。同齐做伙起来守望的时刻，祝福阮毋是搁伫这个所在，干那看家己的生活，为着家己做打算。上帝啊，你甲阮讲，这世界甲顶悬所有一切，拢会过去。独独敬畏耶和华的，乃是永远长存。你帮助阮，你引带阮，你赐恩伫阮，你保守，互阮甲你三甲同行。祝阮伫这个世代，阮为着家己祈祷。互我的心，互我的灵，甲你三同行。互我活伫上帝你的旨意内底。主，阮为着台南市来祈祷，赦免阮甲阮的百姓，赦免阮甲阮的政府，甲阮的官员。主啊，阮伫这当中照着这个代志，阮伫遐呢当心伫遐，阮也无去甲伊阻止。主啊，阮伫这个所在，阮透过祈祷来阻止这个代志的发生。愿恳求你的圣灵，搁再一届运行伫台南市。圣灵啊，兴起你的教会，互阮安乐圣教会伫上帝你的国度内底是三甲有分的，是真侪耶和华的军队的，是起来抵挡这个罪恶蔓延伫台南市这个所在的。主啊，引带阮，怜悯阮，互阮伫主你家己看做神圣的时刻。阮会晓伫甲主你同行，为你所享受阮的日子。主，阮伫这个世代活出圣洁，甲主同行，活伫主你欢喜的内面。耶和华阮的上帝，阮为着你所享受，互阮徛起伫这个城市、这个国家的稳定来感谢。圣灵啊，恳求帮助阮。互阮伫每一届，你提醒阮的时阵，阮就起来祈祷。主帮助阮，互阮对着世界的危险、引诱甲迷惑，回头倒转来归向你，通互阮甲你三同行，互阮诚侪这个世代、这个国家、这个城市得到祝福的公路，叫阮一生的年日。诚侪君尊的祭司，诚侪上帝你所欢喜业立的后生查某囝，愿同心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
求上帝继续施恩怜悯帮助咱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请坐。咱的活命伫上帝的手中，的确就会记。这段唔通互伊变掉，伊绝对唔是咱人生欲望的出口。干那要甲上帝求，一直求，主啊，我要这，我要迄，我要这，我要迄。这段是家己奉献予上帝，讲上帝啊，你爱我做啥？我愿意甲家己亲像遐牛甲羊献予你。当咱安尼行，咱安尼做，你就有属灵的权柄运作这个世代。亲像古早的以利亚，亲像古早的以斯帖，亲像古早上帝所设立拿亚的祝福加权柄。为愿主帮助咱，当咱即时要奉献的时阵，互咱用着一个非常慎重的心，非常感恩的心，讲主啊，我不但是奉献你所赏赐我的财物。我搁家己奉献予上帝你，照你的话来行，安尼就是一个水水的奉献。咱三甲做伙用感恩的心，同齐来奉献。三甲起立，同齐来吟唱诗歌，同齐来奉献。河顶大快乐，河顶深交易，我可得这永远的成就。河顶真平安，河顶大福气，我可得这永远的成就。靠耶稣的成就，全无挂路行也要求。靠耶稣的成就，我可得这永远的成就。信心那中生，本走天路停，我可得这永远的成就。正面那更明，日日向前行，我可得这永远的成就。靠耶稣的成就，全无挂路行也要求。靠耶稣的成就，我可得这永远的成就。我担无所惊，甲我主清棍，我可得这永远的成就。我心有快乐，感谢主大恩，我可得这永远的成就。靠耶稣的成就，全无挂路行也要求。靠耶稣的成就，我可得这永远的成就。靠耶稣的成就，我可得这永远要求。靠耶稣的成就，我可得这永远的成就。愿全能的主圣神亲自徛起伫你的心灵内面。引带你加添快乐，互你提醒你，互你进入属灵的深处，伫至深的所在，甲你的上帝三角见面；伫灵魂上深的所在，看到上帝的荣光，互你伫上帝看顾祝福的日子，诚侪这个世界的灯台照亮伫周围，互你的嘴诚侪公义
恩典、福音的出口，祝福你身边的人，福音甲你，咱甲因，同齐做伙伫上帝恩典内面，为着城市，为着国家，为着这个世代祈祷，通互你的祭坛诚侪见证上帝荣光的所在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请坐，咱今日第二堂的礼拜就到这，过一段落。上帝祝福大家平安。